真顺利。啊，毋过今日我看到一个查某人，伊带一个囡仔，伊的背影足像秋玉的。哥，我想你一定是想过思念秋玉，才会看唔到人呀。问我，你甲我讲当时的情形，你谁哪会感觉这个查某足像秋玉的？本来我嘛是无确定，也毋过我见到迄个查某人，伊看到我回头就走。假使伊若毋是秋玉，伊是安怎要来做？那你最后呢？最后你敢有找到伊？最后我都袂过啊，因为伊张找我要讲捐款的代志，所以哥，你根本无看到迄个查某人的面，你甲对伊的背影、甲伊闪飘离的情形，你就讲伊是秋玉，你敢无感觉你想过武断？无一定，这个查某人是因为你是亲恨人安尼留伊，伊会惊，所以才会一直走，一直咧闪飘离。换做是我哪会安尼做啊？你袂用这个情形，就讲伊是秋玉啊？也毋过迄个查某人的背影真正足像秋玉的。不管伊到底是毋是秋玉，我必须安用伊，把这个代志调查清楚。林辉，我把代志调查清楚，我就回来。你伫遮做工过真认真，啊，伊内面所有老大人哦，拢咧甲我讲你照顾伊的时阵啦，真温柔，真体贴。我细汉时阵，我爸爸妈妈就离开我，我也无机会好好照顾我家己的爸母。即马伫安养院陪伴遮尔侪老人，看到因，就敢若看到我家己的爸爸妈妈。什么代志？院长，外口有一位李明辉先生讲要找你。院长，这位李明辉先生可能是来找我的。假使若是安尼，我拜托你，你甲伊讲我无伫遮。啊，无你先写者。既然明辉已经找到遮来，一定袂安尼就死心。我看，我袂用搁踮伫遮。院长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李明辉。李先，请有啥物代志？啊，是安尼啦。进前心华先生哦，捌来过恁遮啦。伊甲我讲，阮有一个老朋友伫恁遮出现啦。就是相片这个啦。伊叫林秋玉，5日之中生死不明，阮大家拢足关心伊啦。所以想要甲你请教，你敢有熟悉伊？这人我无熟悉咧。无熟悉啊？像李先生，你甲沈先生都是真有爱心的好人。啊，恁当时咧找这个人，但是讲恁对这个人真关心，也毋过真可惜，我毋捌这个人。安尼啊，那是要给你多谢啦，瑶瑶。回来，要不你先先行。小朋友，你有安怎无？敢袂听？你现在看到阿姐就要走了。我妈妈讲，若无熟悉的人要找我，莫吵伊，我带阿紧走。阿姐毋是歹人啦。你的心若是轻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靠你的人。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阿姐毋是歹人啦。那甲秋瑶这尔像啊？哎，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小玲。小玲哦。来，大姐来这。小玲，啊，这摆图你是为什么人啊？
这是我的爸爸，我爸爸伫国外做工课，伊从来毋捌转来过。我毋知我爸爸生做啥物款，到底有喙手还是无喙手。我的同学拢笑我无爸爸。小玲啊，阿一细汉时阵嘛找无爸爸，结果有真侪人甲接笑。啊，毋过等一大汉了后，找到爸爸了后，就无人敢甲我笑啊。所以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恁爸爸一定会国外回来，甲你见面。到时阵，就有人甲你笑啊。就是啦，奶奶我要过去大汉，我的爸爸就会回来看我。阿姐，奶奶我要回去哦。小玲啊，你脚底疼着，无安尼啦，阿姐你回去。阿姐，你要爱我回去哦。多谢阿姐。免客气啦，来。阿姐，你住附近吗？无啦，我住就远的，我是来这找朋友的。奶奶，你是找女朋友对吧？其实我真希望，伊是我的女朋友，啊，毋过真可惜。阿姐，你敢知影？我拢无好查甫爱过。以前我看到阮同学，因拢有讲因爸爸爱过。我就很深呢。阿姐，你就是我的爸爸呢。小玲啊，你讲你爸爸伫咧国外做工课，敢讲伊从来毋捌转来过？伊从来毋捌转来过。我爸爸拢伫国外做工课，我大概都问爸爸什么时阵才会转来？我妈妈拢一直去考，所以我以后毋敢搁问伊啊。阿姐，你一定听哦，有这道最后你去拿。好，多谢。阿姐，下两杯。好，多谢。你客气。小玲啊，这个手工花是你妈妈做的哦？是啊，我妈妈常常做到半年，伊讲安尼赚加寡钱。安尼哦。啊你的脚有较好无？有啊，一丝仔尔。啊恁兜有药箱无？有啊，我去摕。小丽，你坐吧，我甲你讲。听哦。阿姐，你要找朋友，敢找着豆豆？我无找到伊的，伊可能哦已经死了。是啊，那安尼你挂袂着伊吼？是啊，我就思念伊的。对啊，我摕迄个相片互你看好无？好啊。我的皮包哪无去啊？你无去啊？你敢有真侪钱无？钱无重要啦，上重要的是哦，内底迄张相片啊。是哦。也是要走哦，也一日间才会看你吼。阿姐，你遐尼紧就要走，小坐一下啦。袂呢啦，我要转去找我的皮包啊，我另外才会看伊啊，好无？吼。答应怎样答应啊？我要干印章哦，等印啊。阿姐，小等者。啊？你叫我哦，我要送你一个图画纸。你送我图画纸哦？哦，这水这就要送我是哦？好，阿姐今仔要走哦，吼。阿姐再见。好，拜拜。
小玲啊，我领到一点来款吼。阿姐，你一定要过来看我。再见。阿姐，你一定要过来看我，一定吗？啊，总算找到。小玲，你哪不当妈妈就家己转来啦，害妈妈就烦恼诶。伊的小奶伫咧遮，你受伤啊是？妈妈，你别烦恼，我已经吃过药啊。你倒位受伤啊？互妈妈看。我你家在有面会阿姐叫我转来，伊一定帮我吃过药啊啦。面会阿姐？是啊，妈妈，我知影你有讲过，袂用甲毋捌的人讲。毋过面会阿姐伊是好人啊，伊是父亲来找朋友的啦。妈妈，你是安那？妈妈，你伫想啥？为什么无爱讲话？小玲，妈妈在想，咱应该要搬厝啊。搬厝。你川，我无相信你死啊！我知影你一定还阁活的，总有一天你一定会转来。这几年我念经拜佛，我求佛祖爱保庇你平安，所以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一定要转来，知无？阿姨，我真是真敬佩你呢。这么多年啊，我连阮爸爸要过身之前的相片，拢摕互你看。你要是相信伊还阁活咧，像比阮爸爸要过身之前，你甲钢筋线后来暗起，阮爸爸过身了后，你才表现甲遐尔认真，有啥物路用啊？我甲文华结婚了后，今日留伫咧厝的，会感觉无方便，所以特别设这个佛堂，想讲，互你能加念一寡佛经，互你的心会当平静落来。你真听话啊，嘛无甲我惹代志。上重要的是，你甲财产全部拢让渡互我。我决定，无要搁拘禁你，要互你自由。等一下，你物件就用收收的离开这。我袂离开，我要留伫咧这。我知影要选一定会转来。就彩云，我看哦，你真正是念经念到头壳歹去。你即摆硬望一个死人转来处罚阮。我甲你讲啦，树伟要放你走，你就较紧走的，莫唔知影好歹啊。你传相片，你莫互给睇啊！你这紧张是要创啥？抱着一个死人的相片对我安尼大细声，你真正肚皮疼你。好啦，莫搁糟蹋伊。伊要留落来，就互伊留落来啊。就算讲伊等到死，但表惨嘛袂转来啊。咱来走。
你敢知影这几年，我足思念你。你敢知影我的日子是安怎过？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知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拄则明明就看到要出啦，敢讲是我伫咧迷茫，是我上思念伊啊？是讲，要出哪会徛伫咧窗仔外，看我，煞袂入来甲我讲话，敢讲伊？大当，恁真正袂当小人的啦。放心啦，等若时机成熟哦，恁阿某自然就当大年啊。我相信这天应该念会到啊。珍姐，来，接。明辉伫内底身躯，有没得好啊？哦，今日明辉去安永医探听秋月消息，结果唔知安怎。明辉讲可能恁哥看唔到啦。迄安永医的院长呢，嘛讲伊根本就毋捌看过秋瑶啊。我想嘛是安尼啦。汉的一年啊吼，假使讲秋瑶若无死，伊无可能无甲阮联络啊。既然明辉吼，伊若袂死心硬要去找，倒回去找啦。有一天伊若真是找无，伊就袂阁提起这件代志啊。对啊，珍姐，我咧好已经改好啊，我是特别睇后日边去看卖。哦，你看，对哦。敢有好看？哎呀，吼，那这次你来穿吼，一定好看的啦。珍姐，这有都是啥物人话啊？明辉今日伫路呢哦，拄到一个查某囡仔，爱送这个查某囡仔转去。哦，查某囡仔送互明辉礼物啦。这顶悬画这条破单，甲明辉妈妈送互明辉条足像的呢。真是的，让我看下。你看。这形体阁真足亲像的咧。下面阁挂一个烟花袋啊。对咧，迄条破链明辉已经送互树妖啊了。哪里？你来啊！明辉啊，你来看卖。这条破链哦，甲你之前送互树妖迄条破链足亲像的。小玲一定看过这条破链，若无，伊无可能画得出来。恁看，这下骹阁有一个香花袋啊！我大概都问妈妈，爸爸什么时阵才会回来？我妈妈若一直去考，所以我也唔敢去问伊啊。敢讲，小玲真正是秋瑶的查某囝？你是讲，这个查某囡仔，真有可能是树高高个查某囝？这哪有可能？
有可能无可能，我找到伊就知影。林辉，这是秋甲伊的查某囝。我知。文华，我下班了哦。今日是小芬的生日，等一下咱去买鸡卵糕，甲伊庆祝一下。我问你，彩云阿姨是安怎受伤？彩云阿姨受伤，那无人甲我讲这件代志啊？你莫唔承认？我头拄打电话给伊才知影，今日下晡你甲海哥去找伊，你搁欺负伊啊？你是想为倒位去？我要哪有可能去欺负伊？今日我去是要甲伊讲，叫伊看较开的。咱一天到暗哦，敢若伫个学堂内底念经哦。我搁甲伊讲，我要买一间厝互伊住，互伊好好享受伊的后半生啦。啊，毋过伊就是毋愿意啊。伊搁讲哦，伊要踮咧遐等阮爸爸转来。既然安尼，我就无勉强伊啊。我这要哪叫做是欺负伊咧？上好是安尼，彩云阿姨已经我可怜，希望你好好有效。你放心嘛，我会请人哦，好好照顾伊的。好啊啦，咱莫互小芬等伤久，我来去啊。喂，哦，雅婷啊，什么代志？什么？你讲有免费的破烂，还佫香火茶啊？这甲秋月有关？好，我知，我随来。有啊，雅婷讲什么破烂甲香火茶啊？是安怎甲秋月有关系啊？虽然这个消息可能你无介意听，也毋过我共款要甲你讲，秋月可能还佫活掉的。我即马要去找伊。秋月竟然还佫活咧！那安尼我的恶梦，毋得佫要开始啊！我现在正在在意，我上次看伊巴肚，看起迄查某人，就是秋月，应该无毋对。我看我对小玲有一种特殊的感觉。秋月，这5年来，你到底是过什么款的日子？你敢知影？5年来，我每一天拢伫咧想你。秋瑶，我总算找到你啊！你等我马上就来。这摆，我袂顾你离开我，我袂顾你离开我。一定，你谁人要骗我？秋瑶明明伫恁遮，你谁人甲我讲你无熟悉伊？你先莫激动嘛。我无可能无激动嘛！我俩总讲你袂骗我，结果咧，害我差一摆放弃去找秋瑶。一定，你也甲我讲，即摆秋瑶人伫倒位？一定，你甲我讲，秋月是毋是伫遮？真是的啦，真是啦。我确实向你讲不才话啦，也毋过啊，这拢是秋瑶甲我交代。伊讲，若有人要找伊的时阵啊，莫透露伊的下落。敢讲，秋月确实无死，秋月真是伫遮。你好，你要找什么人？我是李明辉啦，请问秋瑶敢有伫？啊，你找伊有什么代志？阮是个朋友，请问秋月甲小玲敢有伫？都搬走啊啦！我走。妈妈啊，你毋是甲我讲，做人
信用，因为阿姐若是找无我，伊会讲我无信用。妈妈看到就安怎甲你讲的，讲你唔通随便甲无熟识的人讲话，你唔若甲无熟识的人讲话，你搁甲人带转来厝内底，安尼真危险，你敢知？以后莫搁摕去迄个免费阿笑，知影无？妈妈，我要去便所。伊也是我在车顶。今日是伫火车头。咱今做到嘛？哦。妈，文华要回来哦。要袂啦？阿妈，我要切蛋糕。好好好，等你爸爸若回来，咱就切蛋糕哈。秋美啊，啊文华是去倒位啦？啊无连小芬的生日，伊都袂回来哈。本来这件代志，我无想要甲你讲啊。啊，不过既然你问起啊，那呢我也无想要隐瞒你啊。今日下班进前，文华接到雅婷的电话，讲敢若有秋瑶的消息，伊就走出去。秋瑶无死，我嘛不知。菲利特别若是讲到秋瑶，伊就敢若起笑同款。若是听到有人讲有秋瑶的下落，伊就无故意找去找找。我早就已经惯死啊！啊，不过今日是小芬的生日，一年才一届，伊就袂当较早回来。我这个做母的，嘛毋知要安怎讲啊。秋瑶真是无死。爸爸，你等下，咱来切鸡蛋糕。妈，你们来。啊，到小芬要过生日，秋美打电话请我过来啦。啊，我听秋美伫咧讲，你去找秋瑶，到底是安怎啦？无对，我是去找秋瑶，也不过我到位的时阵，伊已经走啊。秋瑶真是无死哦！我一直将秋瑶的死看伫心肝头的，即马秋瑶还阁活着的，那安尼我心肝头迄条大石头都会用放落来啊！对啦，啊秋瑶迄个囡仔敢要阁伫的？秋瑶伊会超过伊无甲咱联络，是因为要互我死心，故意伫闪避我。也不过即摆，我知影要我条的，我一定袂放弃，我一定要找到伊。爸爸，莫讲啊，咱若切鸡蛋糕，我就想要食鸡蛋糕呢。小芬，爸爸知影今日是你的生日，也不过爸爸还有最重要代志要办，无法度陪你啊。
连工我再出来买玩具，嗯？文华，你敢有需要遐尔着急？小芬已经等你几夜嘛，你都袂用加陪伊一下。爸爸，你莫走啦，我你陪我困死小芬乖，今日生日有阿嬷也有妈妈直接陪你啊。爸爸有电话代志，你莫阁烦爸爸好无？我唔管，我袂你走，我袂你走。文华，小芬伊嘛是你的查某囝，是安怎你唔肯珍惜即摆一切？迄个人闪骗你5年，伊就是无想要甲你有任何的牵连，你是安怎一定要甲伊高高伫咧？我想你讲唔对啊，是你对我高高低啊。当年若唔是你设计我，今仔日的情形就无共款。你安尼讲对我敢公平呀？你俩阵这几年我好过是，你对我一点爱意都无，我嘛真痛苦，你敢知？你痛苦，你家做得来，你不但害着你家己婚姻，也阁害我甲秋玉，害明辉，害雅婷。即摆是阮讨回公道的时阵。小芬，咱来切蛋糕。我冤家，恁大个人拢伫咧冤家，拢莫无我过生日。阿妈，阿妈，谢谢你。梁伟啊，小姐有找着无？这个秋真正无死。安永院院长亲嘴甲我讲秋玉拜托伊，讲袂使骗我。你这是搁活伫这个世界上？啊，毋过我去的时阵，秋玉已经带小林走。正正，既然秋玉无死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伊。正正，我以今日行李，公司要拜托你啊。好。明辉，阿娘，什么代志？是安怎树一转来，你就歪管我？我等你这么多年，我搁看安怎爱你，我搁逼你甲我结婚。这个这场婚事是你家己讲的，是你亲嘴答应的。既然安尼，是安怎树一转来，你搁甲我靠一边，你到底是甲我当做啥？阿婷，你莫误会我，我毋是无想要甲你结婚，只是我知影秋玉无死，我足欢喜的。秋玉一个人在外口带一个囡仔，足可怜的。我是想要知影秋玉即摆过了安怎啦？过了安怎？卡叔讲伊若已经结婚，你是毋是就会乖乖等在我的身躯边？卡叔讲伊若要结婚，你是毋是就拍算要甲伊破镜重圆？阿婷啊，你谁哪要安尼想呢？刚讲你知影秋玉无死，你无欢喜是哦？你一定袂为着秋玉代志甲我冤家上？我无想要甲你冤家，啊！毋过你逐工拢要摕手来刺激我。我是一个查某人，我嘛希望我爱的人嘛爱我。咱拢要结婚啊！即摆你讲你要整理行李去找秋玉，你是想要我安怎？卡叔，你若无想要结婚，就准拄煞。啊，若无咱的婚姻有啥物意义？我无想要亲像秋碧安尼过得遐尔痛苦。我看咱的婚姻取消好啊啦！既然安尼，我就袂去啊！阿婷，莫搁教，阿婷，莫搁教，放手！阿婷。小可就要离开5年，要伫这个时阵回来。梁辉啊，你别安尼孤阮阿婷啦。小芬，妈妈毋是已经讲故事给你听，啊你毋紧去困。妈妈，恁讲的秋玉到底是啥？是爸爸的女朋友吗？爸爸一直要找秋玉，爸爸就爱伊的吗？爸爸是较爱秋玉，还是较爱小芬？爸爸是毋是爱伫哪呢？小芬，你莫问妈妈，妈妈嘛毋知影。妈妈，爸爸为什么把
爸帮我过生日，爸爸为什么要对你这么歹？是你做唔到代志嘛？为什么爸爸要甲你冤家？你莫阁问啊！妈妈即摆足烦的，你互妈妈坐者好无？阿春，阿春，小姐，什么代志？带小芬起你困。来，小芬乖好，咱起来聊面困。啊，我告诉你听嘛，来。已经失踪遐尼侪年啊，你拢找无？即马阁会当去倒位找？秋月根本就袂见你呢。文华一定阁走去遐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。秋月，既然你无死，你是安怎安尼消失去啊？秋月，我真正足想你的。你即摆到底伫倒位？你到底伫倒位啊？文华，应真话，来等好无？文华，小芬还阁伫咧厝诶等你呢。伊问我真侪问题，我拢毋知要安怎回答。伊甚至问我是安怎别人诶爸爸妈妈遐尔恩爱幸福，是安怎咱要定定冤家？文华，我知影你怪我，你怨恨我，啊，毋过小芬是无辜的。文华，你莫阁啉啊，跟我来转啊！你走，你走！文华，就算讲你无为我设想，无为小芬设想，无为你家己的身体健康设想，啊，毋过你也为妈妈设想啊。因年岁已经有啊，煞定定为着咱的代志伫烦恼，你敢忍心去伤害伊老大人？唔免甲家己讲到这里也好。恁讲的痛苦是安怎来？我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假使当初恁也无骗我，我敢会安尼对待你？甲我比痛苦，伫你面头前的一个去互你骗的，所受的痛苦敢会比你较少？所受的委屈敢会比你较少？伊还阁有手脚，伊还阁有伊的查某囝，这5年来，伊是安怎过日的？世界流浪，有厝无通转去，你知影无？其实，这几年来我嘛感觉真亏欠啊！我嘛真想要做啥物来弥补大家啊！啊，毋过恁就是毋肯给我机会。文华，我真是知影我毋对啊！好啊，既然你知影毋对，那你就弥补我啦！拜托你，甲我离婚，让我自由好无？文华，咱连囡仔都有啊！你煞定来讲要甲我离婚，你安尼毋是足为难我的？敢讲你要互小芬失去爸爸还是妈妈？敢讲你要互伊生活伫一个无健全的家庭？文华，我袂用失去你，小芬嘛袂用失去你。除了离婚以外，我愿意做任何代志来弥补。我愿意互秋月一笔钱，甚至我愿意互伊倒来公司上班，只要你莫甲我离婚，莫离开阮母仔囝，好无？
即摆手到找无，你就敢讲，啥物拢会予伊的？若是找着咧，你搁破坏伊、设计伊，我袂搁你骗去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走啊！秋明，你到底伫倒位？你敢知影我伫遮等你？你敢知影我伫等你？你到底伫倒位？秋美，妈，啊是安怎啊？人仔在哭啦，啊是文华袂转来是？有话直讲吼。妈，我已经找到文华，伊伫咧阮旧厝，啊，不过伊就是唔肯甲我转来，佮一直吵要甲我离婚。哎呦，文华这个囡仔，唔知伫想啥啦。啊，但恁囡仔都已经有啊，啊，佮卡袂着爱讲要离婚。毕竟你才是伊合法的家啊，小芬嘛是伊亲生查某囝啊。妈，我知影当初是我唔对，所以这几年来，我对文华一再吞忍，我就是希望伊有一天会当感动，会当回头。啊，不过我所做的努力，完全拢无路用。秋美，卡算你也是个爱文华。啊，佮想要维持这个家，你只干那会当减讲加做，加予文化一点仔体贴佮宽容。我相信日子若是久，文化伊也毋是什么铁打的心肠的人，伊一定互你慢慢啊感动。也毋过，伫个伊还袂回心转意进前，你只有忍耐。无其他的办法啦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。小玲，你看，这就是妈妈住的所在，妈妈就会伫咧遮大汉的。我的妈妈就是伫遮大汉呀。妈妈，啊，你啥交有朋友？对我嘛有朋友，也毋过朋友无济就是啊。因为妈妈真细汉的时阵，阿公就无伫咧身躯边，所以真侪小朋友就笑妈妈无爸爸，无要甲妈妈斗阵耍。那你有是甲我同款？来，咱入来去。先入去。哇，好大的院子哦！如果若是有真侪朋友，都会使伫遮耍红绿灯，嘛会使伫遮耍躲猫猫。
为什么不爱入去？你想啥？妈妈想起较早，伫咧这个所在，有带一对姊妹仔，因同齐生活，做伙佚佗。因搁共时阵，爱着一个查某囡仔。后来发生一寡代志，因两个姊妹仔，就慢慢愈来愈疏远。最后，就要搁来往啊。妈妈，我介绍你去看卖。等我买样子。那不是了解吗？伊哪会伫遮？妈妈，内底有人呢，就是安养院迄个好阿姐。安养院的好阿姐，迄是啥物人？你入去就知影啦。就困伫遮，咱要甲伊叫起来吧。较细声咧，对妈妈来。好。小玲，伫遐等妈妈，莫后悔走哦，知影无？妈妈，你为什么要爱我伫遮等你？那安尼你要去倒？我入去看迄个阿姐一个啊。哦。秋哥，你伫倒位？秋哥，你莫走，我就想你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人生的美丽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人生的